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3，箴言2章50到60安尼讲：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事，找到捌上帝的你，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，财物甲聪明，拢是对伊的催促。三甲来祈祷，赏赐智慧，财物甲聪明，拢是对你的催促的。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真理甲活命的上帝，你是赐落恩典甲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愿较无你真理的话，因为你的话正做阮生命的根基，溃力的泉源。你的话带来改变甲更新，互阮伫生命中彰显你的疼，也互人看见你的荣光显明。主啊，世上所有的学问甲财物，拢无法度带阮进入永活的路。独独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就安尼，阮就要通明白敬畏你的事，找到捌上帝的你，因为耶和华你赏赐智慧，财物甲聪明，拢对你的催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